从前，克什米尔的一位伊拉瓦德比丘获得了神通和神变，也摄受了众多弟子。一日，他在林中主燃法衣袈裟时，附近的主人家丢失了牛犊，前去寻找，看见林中冒烟，于是去那里。又是前去什么？查看，看到一位比丘正在生活，问他：“你在做什么？”拉瓦的回答：“我在煮燃法衣。”主人打开燃料的锅看时，发现里面煮的是肉。日瓦德自己也看到了锅里的法衣，锅里的肉，锅里的法衣本身就是法衣嘛，煮的法衣呢就变成了肉。主人把他带去交给国王陈比，这位比丘偷了我的牛犊，请国王惩治。国王不分青红皂白，国王什么？便将关入监牢，便将其关入监牢。几天后，主人的母牛自己找到了牛犊，主人又到国王面前陈比，陈什么？陈什么？禀是什么意思啊？禀告陈禀。好，那位比丘没有偷牛犊，请求国王您什么？释放他，请求国王惩治，国王便将释放。那位比丘没有偷牛犊，请求国王释放他。释放他。释放他。释放他，好。但因国王受繁忙，在6个月期间没有释放他。后来他的许多获得神变的弟子们从空中飞行而来，到国王的面前禀告，这位比丘确实没有犯罪，请求国王释放他。国王亲自去释放比丘时，看到他疲惫不堪的样子，非常后悔地对他说：“我延误了这么久才释放你，造了很大的罪业。”比丘说：“你没有错，是我自己的业力所感。”国王问：“你曾造了什么罪业？”他说：“我往昔转生为一盗贼，当时因偷了一头牛犊，被主人追赶，到了林间，我就将牛犊扔在一位正在入定的独觉面前，便逃跑了。因此，独觉被逮捕，关进监狱6天。以此业的一手果，我于许多事中感受恶趣的痛苦，今生也感受这样的痛苦，不过是最后的一手果报。所以因果呢，就是这样，就是相当就是时间越长，它会变得越大越多。所以他呢就是偷了一个牛犊，这个牛犊是吧？小牛我知道，但是那个犊怎么发音呀？牛犊嘛。偷了一个小牛犊，然后呢，这当然也是不对嘛，对不对？加上呢，他就是正在修行的一个罗汉他就是怎么说呢？冤枉了这个罗汉，然后就是独觉他就是变成要坐牢，对不对？对。他坐牢6天是吧？
所以这个的国报呢，不光是他做了6个业，他前面也是感受了很多的恶趣的痛苦。到今天他的成就已经达到了，他都已经相取过去的生生世世那种，已经是他的神变已经达到了这样，他的智慧已经为什么有这些神通？所谓的不留怎么说呢？无六的神通来说的话，就因为业力清净了，才会有这个神通。所以他的业力已经清净到这样，有神变的能力。所以呢，他就是这个，按道理来说呢，他有能力可以辨别说他主的是法衣，不是肉，甚至他如果是关在监狱里面，他也是应该可能变出来嘛，但是也是没有这些的能力的原因是什么？因果就是这样。那么他的众弟子们都有那么高的那个成就跟神通，飞过来请求国王，那为什么不早一点飞过来？一定要恰恰是等到6个月后，原因都是这样，因果没有接受的情况下，谁都没有办法救。那么这个可能是有很多的原因吧，弟子们可能是没有听到，没有得知这个消息，也是有可能得知了消息也是不知道怎么去做什么，没有任何的想法，都有这些可能。那国王也一样啊，就是国王虽然已经知道了他可以放，但是为什么忘记呢？那而且他就是在监狱里面，那他有那么高的修行成就，那么大的神通，那在监狱里面，他如果人在监狱里面也不应该那么辛苦嘛，对不对？但是国王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是非常的痛苦，非常辛苦，那就跟普通人一模一样的。那么很多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放在监狱里面，一样的感受所有的这些苦难嘛，对不对？所以因果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些这么有成就的高僧都是需要感受这些因果，那我们就更不用讲嘛，我们一般的众生来说的就更不用讲。好，到哪里呢？到最后的一手火爆，现在此外。好，此外有位印度热心国王的太子，他的母后送给他一件五彩锦缎的无缝衣，所以根本就没有用针跟线缝过的一个衣服，就相当就是那个织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衣服。那么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是有缝过嘛，对不对？先裁，然后裁剪嘛，对不对？然后再一个一个缝起来的嘛。但是它这个衣服呢，就是那肯定是很好看的，而且是很珍贵的。但是加上最大的特色是没有缝过的，根本就没有用针跟线来缝过的一个衣服。他妈妈送给他的儿子。太子说：“我现在还不穿。”人的那个欲望和贪心就是这样的。太子就得到了这么好的衣服，他就舍不得穿，他就想要得到王位才可以穿。那么人都是这个样子，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就会有很多想法。这个怎么办啊？现在就像这个一样，现在这个是最好的嘛，对不对？然后就必须得要讨一个，本来这个如果是不套的话就很好看，这样，但是必须得要讨才可以，舍不得那个，希望永远都是新的，所以必须得要讨一个东西，讨起来呢，有些这个讨是很不好看一点那种就是本身好看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但是也有舍不得直接用怕会摔坏，摔坏了呢又要花钱，花钱的话就心里面流血对不对？所以那国王也一样，国王的儿子他得到很好的衣服，那母亲送他的这个衣服可能是应该是那个当时来说的话就非常珍贵的衣服嘛，但是他就舍不得穿，他就想现在不穿，等我继承王位以后再穿。母亲就对他说：“你不会有得到王位的机会，就是你没有得到
王位的机会。本来国王驾崩后，应有太子继承王位嘛，所有的国王都一样，国王死了以后才可以，太子就可以作为国王嘛。但是因为你的父王和龙树阿舍里生命是一体的，所以龙树没有延吉，所以如果龙树没有延吉，你的父王是不会去世的。而龙树已获得寿命自在，没有延吉的时候，因此你的许多兄长都没有能继承王位，就已经死去了。太子问：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获得王位呢？龙树阿舍里是菩萨，如果索要他的头，他会布施的。此外别无他法。别无他法。于是太子到龙树菩萨面前去索要他的头。龙树菩萨说：你自己砍断带走吧。太子用宝剑无论如何砍他的颈部，都好像在虚空中挥舞一样，无法砍断。龙树菩萨说：我500世前已完全亲近了兵器砍割的艺术果报，所以用兵器无法砍断我的头。但是我曾经割吉祥草时杀害小虫的艺术果报还未清净，所以用吉祥草可以砍断我的头。有时太子割了一根吉祥草，用来砍龙树菩萨的颈部，结果头掉落在落到了地上。龙树菩萨说：我今往生极乐刹，将来亦入此身体，之后便趋入寂灭。像龙树菩萨那样的圣者，古特伽罗也需要感受这些需要也需要感受这种业力的异熟果报。什么？异熟果报。何况我们这些人从无始以来漂泊在此轮回中，造了不计其数的恶业，而且现在仍然在造恶业，不知何时才能从轮回中获得解脱。即使是从恶趣中解脱，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多于谨慎，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对于哪怕是细微的罪业，也要尽力尽为。好的，哪怕是微小的善业，也是尽力承办。如果没有如此精进修持，仅仅是一刹那造恶业，也要在恶趣中住上许多劫。所以哪怕是很微小的罪业，也不应认为此事轻罪无所谓而轻视。等一下啊！吉天菩萨说：刹那造罪业，数劫住无间，荒芜使轮回，积罪使善趣。神于经云：
虽诸微小罪，莫想无害机。火心虽微小，能焚如山草。同样，微不足道的善业也能产生很大的果报。所以不要认为只这么一点点而轻视。我如龙王往昔变成一品人时，一天。好，这个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不管是造善业、修善也好，造业也好，我们不弄那个怎么说呢？不弄小看那些细微的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微小的、较小的这些事情，就是比如说造业也一样，不能把这个是小的业力。所以这些小的事情我们就不用管，等等这种的想法，或者是在细微的那些善业也是必须的要做。那么这些也是不要以为是什么，哎呀，这个是小问题，就是不用做什么。那这些呢，就是有一些居士里面我们也看到过曾经，那么曾经他们可能是跟随着一些怎么说呢，大的上师。可能做了一些比较殊胜的事情吧，就是咱们就是供养也好什么的。那么这些按道理来说的话，那这种做完这些大上师的功德主以后，应该是变得更好才是对。但反而呢，就是有一点点相反的那种结果，是相当他们就变成就是相当我过去已经做了什么很伟大的事情，那么这些现在呢，就是这些一些小的事情是。根本算都不算什么，这些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完完全全就算都不算我们过去什么做了什么，一直都是去夸奖自己。那么这种来说的就非常明显的，那么他过去所做的这些对境是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不正确的。起心动念不正确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内心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且另外一种说明就是他根本就不了解佛法的情况下，做一些这种功德的话，也是有这样的不够圆满的地方。所以我们经过闻思修那么在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前面的这个闻跟思都是非常重要。听闻佛法，学习佛法。那么你今天不管是做多大的善根。细小多小的多细微的这个善，都是把它必须得要归入在能够可以在获得菩提果的以这样的一个质量上面，这才是最正确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心，也没有这样的这种回向，没有这种三殊胜的摄持的情况下，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变成实践的功德。变成实践的功德的话，这就是叫有入的功德有入的功德，它就是会变成变成消失的那种功德。怎么样子的情况下会消失呢？因为你一开始没有正确的发心，那当然不会有正确的回向。因为没有正确的发心跟正确的回向都没有，你只是正心是已经是进行了做了供养跟布施等等一些大的功德，但是这个功德是当然因为你做的事情是非常殊胜，对境是非常殊胜，功德是有，但是也是变成短暂性的功德，或者是人天果报的功德，或者是那么这些都变成实践的功德的话，变成有路的功德，那么你就产生了一些傲慢，产生了一些嗔恨心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尤其是产生了邪见之心等等的话，你的所有的功德都是会消失的所以就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管是讲任何的课，那么认真的讲，认真的听，认真的学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话就我们今天这里面巴主仁波切为什么提醒我们说，微小的功德也不能放过，就像那种火星一样，火星可以扫一座大山，完全没有问题的。火星是什么？只是一个种子，像小小的一个火，它可以扫一座大山。就像这样的道理，我们微小的一个功德，但也是有完整的有三殊胜的事持的情况下，那么它变成一个非常殊胜的功德啊，这些都是事实的道理。那后面还有一个故事。自本作人着康着